界，大公蟹，蟹括号界世界的界，为汉语译为公家办公的处所。因为清领时起也派通事一官进驻于此，像吴凤就是通事啊，吴凤被称为仁圣，吴凤为那个老百姓牺牲啊。希拉雅语库瓦，既是祖灵之地啊，公界是库瓦，希拉雅语库瓦，既是祖灵之地，现今称之公界公社。和祭时期，公社既有青年会所、议事场所及信仰场所功能；清领时期又具有办公处所、传送公文驿站之功能。现在只剩下信仰的处所的功能。吉贝耍嘎巴耍，从那个英语的音哦 ，KABUA，SUA， 它念出来应该是嘎巴耍，希拉雅语为木棉的部落哦。嘎巴耍是什么意思啊？木棉呐、嘎巴耍是什么意思？木棉呐、一种植物，木棉花、木棉稻、木棉。哦，原来是木棉啊。大公蟹原为茅草的植壁哦，茅草它撑高的是用竹子做的了，按浮粘土石灰的哈，也叫茅屋竹壁的建筑，后来改为水泥瓦、木条的砖壁啊。1982年改建为现状。大公蟹分隔三世，中世为称中公蟹王主为主神，王座为主神。东端称大公蟹是奉洛拉纳阿利姆啊，东端称为大公蟹啊，奉是洛拉纳阿利姆。西端称西公蟹裔，侍奉阿利姆。为什么用母字呢？因为母系社会啊，母为尊啊。所以你看，东端、西端都是侍奉阿利姆，中间呢是侍奉昂座诸神，所以也有称为叫德座太上李老君呢。老一辈的男的先说拜那个道主德座太上李老君，所以也有信徒很虔诚拜到显灵了，穿白色衣服裤子，骑白马，让那个女信徒看到啊。这是访问本村庄的老人长者男人说的哈。阿利希拉雅语的祖先的意思，各神灵以符或者是那个是念什么？白语的干呢？符上面插着泽兰呢，代表为希腊雅族特有的主灵信仰模式。符非神体啊，非拜符啊，而是拜符内神灵的力量，透过水与象希腊雅语法术咒语的操作与神灵沟通。平时祭以酒及槟榔为祭品。每年农历9月初4、初5的夜祭和孝海祭，夜祭可能是9月4号晚上深夜。孝海祭是9月5号下午2点到3点。千曲就在这个大广场。刚刚那个姓段的说那个是他们的土地，献给公界的了。明年2017年你要纳入平埔原住民，然后就会有经费了。他们这里叫东河希拉雅文化村呢。孝海祭是那个9月5号下午2点到3点。孝以前是海啸那个孝字，现在变孝顺的孝字。吉贝耍人是吉贝耍人的过年呢。农历9月4号、5号是吉贝耍人的过年，举办夜祭、孝海祭啊。那像咱汉人那个2高暝啊，然后
啊，除夕也有，除夕那个也有拜祖先嘛。平埔族吉贝耍人，吉贝耍是木棉的意思呢，一种植物木棉。吉贝耍人也有举办拜祖先呐、那叫夜祭啦。然后过年嘛哈，所以隔天初一一年的开始，还有孝海祭。汉人呢，除夕还有农历初一都有拜拜啊，除夕有拜祖先啊，初一也有拜拜啊。哦，村人向阿力摩立大愿，有什么痛苦困难都向阿力摩诉说，他会保佑呢。还有立大愿的要在夜祭拜全猪还愿。哦，原来农历9月4号有拜整条猪的，拜全猪的，就是因为之前有立大愿，然后要还愿要拜猪的。原来平埔族有拜猪是要跟立大愿要还愿有关系啊。到了9月5号就拜猪头的部分了哈。大公寺，大公寺。一般的公寺都是左右两边2个空间。大公寺，大公界有3个空间，正中央是拜汪主汪乙那个汪，一个像有那个汪，然后再加一个王字，昂座了哈，王座哈。所以老辈的男的哈说呢，拜李老君呢，太上李老君。然后左右边也是拜阿力姆，左边右边东端西端也是拜阿力姆，正中央拜王主，翁座。哦，有的称呼叫太上李老君，太上李老君。那些德座呢，太上李老君、太上李老君。有虔诚的信徒有拜到说，有太上李老君显灵呢，穿白色衣裤啊，骑白马让他看到呢。这是本村庄东河村一位80几岁的阿伯哈，老伯父说的呢。访谈影片有放在网络哦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 YouTube 收信。然后东边西边的2个空间也都是拜阿力姆。为什么用母字？因为平埔族母系社会，古代的母系社会，母为尊呢，所以称呼阿力姆。这是拜祖先的信仰。